中科院伫屏东的酒瓶基地，昨要甲火药烧毁掉时阵，煞无场地烧起来，造成4个人受伤。因为火药咧烧的速度真紧，温度会当到2000度，有3个人的伤势是较严重，其中1个人的身躯有95%烧烫伤。若事故的原因要搁来调查。救护车驶到病院，救护人员赶紧甲伤员送急诊救治。初3早起10点，中科院酒瓶基地，崔研厂传出催进剂制成已有烧毁作业，因为不明原因导火，4人员烧烫伤，赶紧送去屏东南门病院、恒春基督教病院、甲恒春旅游病院救治。随后，国军人员赶紧病院，甲伤员接走。他那个爆炸伤让肺部可能有一点伤害到了。4个伤者陆续转送高雄左营南部上早成立烧伤中心的国军高雄总病院左营分院接受治疗。一个轻伤的住普通病房，另外有3个人伤势较重，分别是40%、60%、甲95%的烧烫伤。是初步是95%，都是深2度到3度，95% 应该说是极度危险。那这几天都是它的关键期，我们会尽全院的力量。总统府讲，国防部长邱国正伫第一时间向蔡总统报告，总统指示要全力协助救治，因为催进剂导火速度紧，温度会到2000度以上，真容易致使严重的烧烫伤。一般来讲，推进剂的温度呢，将近2、3千度。我们一般的黄焰壶就是一般的火焰，可能是800到1000以内，所以你穿在身上的黄焰壶，其实有时候是挡不住的。伊向日讲，迄阵4个人当咧布线作业，也未接电。毋过伫布线过程中，因不明原因废料煞死火倒起来。毋过详细原因，阁会等中科院全面鉴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